林权就输了。你拄则讲的话，一定是人身攻击，性别歧视。你要怎样？有一寡干事，是咱会使下。我真正无错，我请别。我家无大人，你个无死人，白白无你搞。你会当反对我的立场，我请你尊重我讲话的权利。你讲，我迄拢总是假的，有人要信无？袂了唬我遐律师，嘛无讲举倒转来，事拢无法度啊！即摆变钱讲啊，莫讲。这用兵对的死刑已经定定，无可能搁兵破。8月11日，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视台语台无罪推定。